選擇都竟然有7款咁多。發俾腦海第一時間爆出4大疑問，喺網上引起咗極為兩極嘅評價。自由高達捨我其誰？大家好，特約記者發俾為大家喺上海特別報導。首先咧就唔好話我又肥咗啊，又剩啦。因為如果係一個正常角度嘅話咧，我都仲有少少面型喺度嘅。不過如果大家係想睇住呢一隻 Freedom 而我一路講嘅話咧，咁啊自然有少少下巴走出嚟，都好正常啊，係咪先？我就而家就正在位於 LaLaport 1:1自由高達雕像前面。咁有得自由高達嘅雕像，當然亦都會有相對應嘅 Gundam Base 啦。大家成日都話香港 Gundam Base 貴啊嘛，咁到底上海嘅 Gundam Base 係咪會更加之貴呢？定係可以媲美日本嘅嗰間 Gundam Base 呢？今日發比終於就親身嚟到上海同大家去揾個答案出嚟。正式開始之前，希望大家 comment、like、share 呢個頻道，仲有分享玩具、模型、旅遊相關資訊，記得免費撳下方鐘仔 subscribe。Let's go！ 睇完自由高達之後，去後面嘅 LaLaport，然之後上到去4樓咧，咁好快就嚟到上海 Gundam Base。咁就咁立眼睇咧，佢個大細咧就比香港嗰間 Gundam Base 咧差唔多或者細少少嘅。但係入邊嘅存貨係幾多咧？就真係要入去睇下先知道啦。入去偵察之前，等發比介紹一隻比自由高達更加自由嘅美式奇幻風格回合制角色扮演手機遊戲俾大家。遊戲主打超多角色、唔同種族職業，可以俾我哋互相配搭自由組合。我覺得呢隻 game 好玩之處就係相比角色本身強度，練到同組合都非常重要。好似發比咁啊，我比較中意紫色嘅傳說英雄，所以淨係練一隻橙色嘅史詩英雄，另外配搭4隻紫色英雄，一樣可以享受到遊戲樂趣。而家點擊喺資訊欄入面嘅連結或者掃描畫面上嘅二維碼，更加能夠免費獲得獎勵2位傳說英雄同史詩英雄。Raid Shadow Legends 啱啱同一個標誌性嘅大遊戲 IP 推出咗重磅聯動。如果你透過我嘅連結下載 Raid 並且登入7日，你將會獲得一個 Raid 入面前所未有受到該 IP 啟發嘅免費限定傳說英雄。呢個係限時活動，千祈唔好錯過。除此之外，新玩家將會立即獲得一個巨大入門套裝，其中包含嚟自其他陣營嘅史詩英雄鈴木法師，係一隻不死族嘅超強輔助。到達15級之後，更加可以獲得額外嘅入門套裝，其中包括一位史詩英雄嚟自神聖會陣營嘅泰利亞。唔好忘記從以下6個傳說英雄兌換碼入面任選其中一個。發比我就揀咗終極亡靈騎士，立即透過我嘅連結或者二維碼下載 Raid Shadow Legends， 並且喺下載遊戲後48小時內領取。最後亦都開創咗一個休閒公會，快啲通過我嘅連結下載遊戲，一齊打機啦！翻返去上海現場，講翻其實一間 Gundam Base 嘅大細，主要影響嘅係我哋行框時候嘅舒適程度。至於入面款式多唔多，又有冇性價比值得入手，就等我哋一齊深入偵察。首先睇第一隊 Gundam Base 限定1:100 Full Mechanics 自由高達 Version GCP， 2021年推出379蚊人民幣，425港紙，香港現貨價280。另一款 Clear Color 版本2022年推出369蚊人民幣，415港紙，香港現貨價360。望見呢兩盒模型，發比腦海第一時間爆出4大疑問。第一個最簡單，咩叫 GCP version？ 原來 GCP 係指 Gundam China Project， 亦即係 Bandai 想喺中國發大嚟搞嘅計劃。最核心嘅一步，當然就係將1:1自由高達定位喺上海，所以只要係上海自由高達嘅相關產品，一律會有 version GCP 印嘅盒面。問題2。同樣係1:100 FM Full Mechanics 同 MG Master Grade， 兩者有咩分別？ MG 特點係擁有一個完整骨架，我哋可以透過組裝過程先欣賞到機體骨架精密嘅內部結構，然後再將裝甲安裝到表面，直至享受到內外都咁圓滿嘅表現。而 FM 特點就係冇完整骨架，但係就會提供高密度嘅表面細節。佢嘅優勝之處在於能夠減省好多組裝時間，同時降低製作難度。畢竟大部分砌模型嘅朋友，包括發比本人，
其實除咗組裝嘅時候會係咁依望下個骨架，上咗裝甲之後，裡面嘅結構係點，根本一啲都唔 care。第三個疑問，到底上海自由同普通自由又有咩分別？分別在於表面裝甲嘅線條、細節、分析同埋獨有嘅機身標誌。模型更加會提供可以還原1:1上海自由相同姿勢嘅特殊手型同埋雙翼支架，更加附有專用台座，同時增設光束步槍、光束軍刀、盾牌等等武裝，令還原度以及可換度都維持喺一個極高水平。最終一問啊，小朋友需要做選擇，邊盒更加吸引？呢度暫時我會撇除唔同地方定價有偏差嘅因素，純粹考慮模型本身。彩透版本嘅1:100上海自由，發比覺得係冇原色咁吸引嘅，因為全彩透會降低咗機體細節嘅明顯度，亦都搶咗標誌貼紙嘅風頭，令到最值得欣賞嘅地方好似俾啲禾稈草冚住咗咁啊！兼且買得上海自由，梗係追求還原度啦。所以2選1必揀原色版本。跟住睇一組3隻 Gundam Base 限定 RG 自由高達 Version GCP， 2021年推出329蚊人民幣，370港紙，香港現貨價340。Clear Color 版本2023年推出339蚊人民幣，380港紙，香港未有現貨。最後一隻未啟動形態。2025年推出299蚊人民幣，335蚊港紙，香港都係揾唔到現貨。我哋先集中睇第一隻原色版，事關佢喺21年啱啱推出嘅時候，喺網上引起咗極為兩極嘅評價。咁啊，講咗好個方面先啦。RG 上海自由竟然並冇直接將11年推出嘅 RG 自由搬字過紙，只有4片框架重用。大部分關節以新零件改良，全身裝甲有90%採用新規零件，頭部更加成粒全新製作，解決咗初代 RG 軟手軟腳、甩皮甩骨嘅大問題。跟住就輪到俾網民批評嘅地方咯，主要集中喺組裝同水口問題。水口大而粗糙，開帽位置不佳，零件脆弱易斷裂，部分玩家甚至遇到零件缺少預留孔洞嘅情況。更甚有部分批次出現缺件。不過重點嚟啦， Bandai 係一間佛心兼且勇於改錯嘅公司，以上問題已經唔會再出現喺最新版本入面，亦即係代表大家如果要入手，最好就唔好為咗慳嗰幾廿蚊喺網上買二手啦，因為無論新舊版本都係寫住2021 Made in Japan， 但只要經官方渠道購買就可以確保獲得嘅係改良後嘅修正版本。另外兩個 RG 上海自由嘅衍生版本，彩透同埋未啟動形態，唔知係咪大家同我意見一樣啦？覺得浪費咗上海自由嘅還原度，所以香港都未有現貨轉售。至於三盒要排順序嘅話，發比會揀原版多於未啟動，多少於彩透。原因係呢個 PS 裝甲未啟動時候嘅黑白姿態，只有 SEED 系列嘅機體獨有，非常之 iconic。相比周地都係嘅彩透，自然有高少少嘅收藏價值。最後一對組合 Gundam Base 限定 SD 自由高達 Version GCP， 2021年推出59蚊人民幣，66蚊港紙，香港現貨價75。Clear Color 版本2022年推出，同樣59蚊人民幣，66蚊港紙，香港現貨價就80。我記得香港 Gundam Base 第一日係有賣原色版嘅 SD 上海自由，當時標價60，而家睇返又唔算貴喎。至於模型質素呢，我會用俾少面嚟形容，基本上由分件分析細節去到面上外形塑組完成度，以 SD 準則嚟講，頂多只可以算係不過不失。所以如果真係要入手嘅話，我反而會揀彩透大於原色，起碼遠睇 sharp 醒啲，亦都唔使煩保色啊。嚟得上海朝聖1:1自由，當然最少要買翻隻上海自由模型做紀念，以示尊重啦。但係唔講唔覺，原來淨係上海自由選擇都竟然有7款咁多。喺結位有限、有比較有傷害嘅前提下，到底應該點樣揀？發比私心排序為 RG 原色、FM 原色、RG 未啟動，其餘款式。
將 RG 排喺第一係因為我覺得同比例1:144自由高達捨我其誰，加上細節還原度高，亦有易於入喼運送，組裝後易於收藏展示嘅特點。至於 FM 原色其實只係輸個馬鼻嘅啫。如果大家屋企已經有 MG 自由高達 2.0， 我覺得仲可以加分添。買埋之後一併展示，藉此能夠清楚欣賞到普通同上海自由嘅差異性。RG 未啟動之所以排第3，最大加分位就係唔係每一部1:1立像化機體都可以擁有，至少元祖獨角獸福岡鳥甚至香港嘅1:2神高達都唔會出現呢個形態。其餘款式唔係話唔好，只不過相比之下喺法比心目中佢哋嘅特色就補唔返喺還原度入面扣咗嘅分數。最後一個重點，大家如果細心留意，應該會發現片頭見到嘅1:1上海自由機身上面嘅標誌貼紙同模型，無論係 FM 定 RG 都出現一個好大差別。模型左肩係用101水貼，而實物就變成一個藍色類似獵鷹寫住 R 嘅標誌。咁係因為模型係照住2021年一開始嘅1:1上海自由高達為藍本製作，但係經歷咗呢幾年，無論係呢間位於金橋拉拿婆嘅 Gundam Base 有重新裝修過啦，1:1上海自由亦都趁機改變成全新面貌。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想完全還原最新版本嘅上海自由高達嘅話，就需要另外入手最新出嘅非官方水貼。遲啲啦，我會揾機會拍片同大家一齊挑戰重新完全還原。咁啦，一齊欣賞到最後嗰啲片有趣你有幫助嘅免費 subscribe、comment、like、share。想實質支持一下頻道發展就做個會員，每個月25蚊支持初心高達基金。下條旅行片咧，我會先完成埋秋葉原嗰邊嘅旅程，之後就會一件不漏介紹上海 Gundam Base 入面所有限定。有定你哋，下次見。